高雄市长韩国瑜，和这个国民党提名参选总统了后，一直联络袂到郭台铭。本来两个人有机会伫明仔载高雄莫拉克风台10周年的感恩晚会来拄着面，想袂到郭台铭办公室讲，因为风台要来，所以要取消行程，一声阁无法度见面咯。另外，高雄市政府另外一个互大家关心的话题，就是这个观光局长潘幸淑，各方批评是碰风水价太无吧。当初来邓行坎啊讲，6月底进前要来举办亚洲航爱比赛，要来提振观光，结果拖到呾，参一个影都无看。航亚出炉，烧油搁淋一遍，予外皮搁较酥，搁较脆。师傅炭烧片鸭肉，干那看，都好人强要流喙烂。观光局长要提出航亚比赛想法。是在5、6月的时候办第1届的亚洲烤鸭 PK 大赛，在高雄。讲要办亚洲航鸭比赛，要提振观光，敢有影？来看观光局的标案发现讲，3月份招标有找厂商，履约期限是到今年6月底到5月初9，有一间厂商投标得标，要无时间拢过啊，无看到比赛，互人质疑讲，这个潘局长又搁伫碰风啊。我们观光局却让这样的厂商可以得标呢？然后过了2个月，才告诉我们说这家厂商能力不足。那到底是谁的能力比较不足？我们在找时间继续把这个原来想要做的两岸 PK 大赛、烤鸭大赛做得比较完美。另外一个议题是过韩会无成。韩国瑜得到国民党提名参选总统以后，一直无甲郭台铭联络。本来两个人打算伫8月7、8暗时，莫拉克10周年感恩晚会上有机会见面，但无郭台铭办公室发出声明，因为风台要来，所以讲取消行程。长有一直打电话嘛，那留了语音讯息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当然还是希望有时间碰面。两人无缘见面，敢好多讲整合的代志，也有真济变数。